台积电高雄厂要摒伫今年营运，市府就拍算要甲做赢三角公园边仔的粉块。不过后续团体是发现讲，这粉块范围沿路有400多丛老树，恐惊会造成伤害，呼吁市府唔通施工。 赛车沿着高雄做野区三角公园边仔中正路行，两排树木甲日头掠咧非常的水。不过靠近三角公园这边要规划拓宽做马路，会甲马路为原本16米拓宽到30到40米，嘛护树团体真烦恼，因为工程涵盖的范围有400多丛树，甚至有4丛是挂牌保护的特定纪念树木。 120年，它全部的交通评估都还是 A， 是完全没有车流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发现说，它其实只要维持原本的16米的道路，不需要拓宽成30米，它大概还可以保有 B 到 C 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服务水准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要它没有拓宽，树木就全部不会被移植破坏。 护树团体指出，这个新台17线开辟工程案是为了因应台积电设厂了后可能造成的车流。不过，邻近的翠华路已经有拓宽工程在进行，市府嘛评估会当有效来排解着车流。袂当了解为什么搁要拓宽这位，互树木白白牺牲？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来看，耍老树不是死亡就是重伤。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大家群体的。 而非单只有人类，我觉得树木也是一样，它对人类有一些调节的作用。因为滨海联外道路主要它是在那个分流翠华路跟左南路的车潮啦，那避开那个楠梓产业园区的拥塞路段，那所以这条路开辟是有它的必要性。 市府回应道路拓宽有伊的必要性，专案伫规划时阵，就因应要维护树仔来调整着施工的位置，后续嘛找专家学者来讨论，要伫过程当中保护遮的树木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